歡迎大家翻到嚟無謂講快訊啊！我係青子啊。咁啊，近日上畫嘅迪士尼改編經典動畫真人版嘅白雪公主啊，就受激烈嘅評論啦。今次呢一位反派角色就係嚇過 DC 啊英雄人物神奇女俠39歲嘅 Gal Gadot， 而佢啊係以色列裔嘅女演員啊，參加過以色列選美比賽啊，得到 Champion 冠軍噶，真係才色兼備啊！所以啊，咁啊對比翻今次呢一位正派角色啊，拍過飢餓遊戲嘅23歲哥倫比亞 mix 呢個波蘭血統嘅 Rachel Zegler 咧，咁啊一位啊係呢個邪惡淑女嘅魅力啦，咁啊中晒市場好 hit 嘅一種成熟女人韻味。咁啊另一位咧就係23歲啊，係嘛嘅青春少女啊，棕色皮膚啊，依家美國咧市場係最流行嗰種 tan 嘅健康膚色啊，咁啊所以喺選角上邊咧又真係好似冇咩問題喎。咁啊究竟問題喺邊度咧？咁啊歡迎大家踴躍留言啊，一齊討論下啦。